徒儿，你要走了，师父我十分难过。可是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相聚的都要分离，是没有办法的。你在这儿再住几天，对所传的法要中的难点都在思考思考，都弄明白呀。是。大梅嘛，你摆设精美的贡品和会供，本喜就要走了。遵命。这是身体显现的神通，是可以随便显示的，但是没有必要显示。今天是你要走，为送行才显的。徒儿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呀，不由得不信。我正想，将来我自己也应该修持到这种地步啊。我给你开启了诸法的幻化之门，就照这样修持吧。你住的地方要在岩山、雪山或密林之中，你要努力修行，要取得成就。若能修成，什么酬劳师傅、报答父母、化度有情等等，你都可以做到。我们师徒今生不能再相见了，但是我不会忘记你的，你也不要忘了我。这样，将来我们会在清净空行刹土中相会的，你为此而高兴吧。将来某个时期你要起风脉的障碍，那时可以祈阅此卷，平时不要打开。是的。大梅马，明天我这徒儿要走了，你去准备一下。我心里很难受，但我要为他去送行。好，文喜，今晚你在我的房间睡，我们师徒二人还有话要说呢。是。米拉和马尔巴上师师徒彼此眷恋不舍，无比悲伤，哭成一片，所以没有能够交谈些什么。
马尔巴上师和师母送文喜1个多公里，途中总是难舍难分，泪流满面。您请用。您请。给您。是吧？大妹嘛，别哭了，有什么可哭的？他从我这里得到了甚深的耳传教授，而去山上修行。别再哭了，别再哭了。你说的对，是那样。但是我亲生的儿子，他精通师出师法，能成就自他二力，可是已经死别了。今天真是有信心、勤勇、智慧、慈悲，随便说什么都肯听，无论从哪方面都没有一点过失的这个孩子，现在又要与他分离，我这内心的悲痛啊，实在是无法忍耐呀。徒儿，你到卫藏去，这途中盗匪十分猖獗，我原想有了好同伴再让你一道去，如今你独自一人，我只好祈请上师本尊，吩咐空行护法保佑你旅途平安。现在师父我给你说最后的话，最后的祝福。向至尊上师们顶礼，与法相合的有缘子，我上师的教戒是金刚语，愿永留心中不忘记。本尊空行的加持力，愿如病根须臾不离彼。护法守世的护持，愿常护佑而不离。这甚深缘起的宏愿，愿使一切有情幸福而美满。师父，我的这祝福，愿儿你能心想事成。孩子，我对你疼爱和留恋的心情啊，这世上找不到一个可以比喻的词语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把你当成亲生儿子，给你母爱，这不是为了你能够伺候我们两个，而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能利益遭受苦难的众生的大德。我最后要说的就是，你要做